大家好，我係 Rennie。標題：抗老化嘅營養素與健康議題探討二。劉醫師邀請黃醫師分享抗老同老年健康相關知識。三、老年族群主要關心三高：糖尿病、高血壓同埋心臟病。四、注意慢性退化問題，例如肌少症及骨質疏鬆。五、心理健康亦逐漸受到重視。六、膽固醇分為高密度、低密度及三酸甘油酯，影響心血管健康。七、血糖控制不穩定對血管有破壞性，長期忽高忽低更具風險。八、老年人常缺乏維生素 C、鋅、Omega 3及維他命 D。九、父母需求個別化嘅營養建議。十、運動包括阻力訓練、有氧運動及柔軟度訓練，對抗老化非常重要。抗老化、營養素、健康、老年健康、心理健康、心血管、膽固醇、血糖控制、維生素 D、運動、